大家好，我是二年级班的一号林怡峰。我今仔日要唱的是西北雨，热天的下晡，雄雄一阵西北雨，向我阿爸当哥哥，好啊好啊好啊好，恁若会落这错，害我啥比落落。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2年级8月17号梁艺玲，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《我能变魔术》。为你我变魔术，有时变高啊，有时变寒，有时那紧张，有时亲像水来流。今仔会愈变牛，原是变来变去，夹到皮变无去。我是2年14班的简真。大家好，我是2年3班的简凯。今仔日我要表演的歌是《丢丢答案》开始。